新冠病毒的疫情，为农历过年前到即摆，有袂少人是紧张佮烦恼，拢生病咯。伫个花莲道乡亲，最近拢感觉安尼胸坎啊闷闷，然后会痛。一开始是去看耳鼻喉科，尾仔才发现是疫车霜。防疫每一个人有责任，但是疫情会增加压力。8点半来就已经排到12个。现在就是摊商比客人多啊。生活步调比拍乱去，佮担心会染着病毒，有民众因此生活压力增加，影响身体健康。喉咙这边好像有东西卡卡的，不舒服的感觉从下面一直往上到这个地方，对不对？对。花莲这位陈小姐喙胸腔嘛闷闷，然后有物件，想要扫佮扫袂出来，看医生了后才发现原来是疫车霜在作怪。多多少少都因为新冠肺炎的疫情的影响，所以让他们相对来讲比较紧张。不想要出门这样的一个情况。疫情爆发了后，来门诊求助患者增加，医师提醒有轻微症状出现，就要量早治疗，对症下药，嘛会使用巴肚大大的漱气，消除紧张的情绪。吸气大概4到5秒，吸到饱，然后大概停1秒钟左右。吐气的话越慢越好。漱气、吐气，慢慢来，强化身体全如能力，放下手机啊，互心情平静，加上适度的身体运动，互身心拢会当放松，才会当帮助家己有更较好的免疫力来对抗疫情。